同款是台中这清水中型加装一栋公寓的5楼甲6楼拢放弃，加在是无造成伤亡。政府今已经开始咧拆，嘛等确认所有权人了后，对以违反建筑法来开发，要求赔偿加讨这拆厝的费用。 怪手的机器手春长长，甲6楼脆糊糊的红门头建材拆落来，过程当中一直有物件咧落，看起来是非常的危险。台中市清水区中兴街这个公寓5楼甲6楼22套早熊熊放落，1楼到4楼的住户赶紧疏开，为着避免危害扩大，台中市府23套早开始拆掉放落来的楼层。因为那个房屋跟建商那个地主跟建商合建没有完成所以说里面也不是说装潢得很好啦，租金比较便宜这样子。当地里长表示，顶层放落来的公寓是中兴街87号到95号5间连做伙的公寓，不过85号因为瓦进公寓，所以也做伙撤离。目前有关有20个人安置伫旅馆，7个人移亲。不过因为这个公寓的产权真复杂，台中市都发局目前正在理清所有权人佮有使用这条范围。 我们初估为了安全起见本来原先预估2到3天，现在预估起来至少要3天，至少要到3天的时间，因为包括我们必须要跟邻房之间做一些适当的间隔，然后还要避免破坏下面的楼层，所以我们只针对塌陷的部分的5、6楼优先做清楚。 都发局表示，确认所有权人了后，会按照建筑法罚6万到30万，相关的拆除费用也会求偿。目前按算上紧3天完成拆除，了后才会评估建筑的结果，是毋是会当靠补强继续大，若敢是海沙厝，也会进一步鉴定。公司新闻采访报道。